大家好，呢一集嘅培訓會以酒店業嘅實際營運作為出發點，探討可持續發展喺酒店日常運作之中可以點樣被理解同埋實踐。提到可持續發展，好多人第一時間都會聯想到政策、報告或者一啲比較長遠嘅目標，但係對酒店行業嚟講，其實可持續發展往往係由一連串細微而且重複出現嘅日常決定所組成，例如酒店點樣處理廢物，點樣安排用水，點樣管理能源消耗，呢啲都唔係額外嘅工作，而係營運本身嘅一部分。呢一集嘅培訓唔係為大家訂立一啲新嘅標準，而係希望透過實際嘅例子同埋分析，協助大家理解點樣喺唔影響服務質素同埋客人體驗嘅前提下，逐步將可持續發展嘅元素融入喺酒店嘅營運之中。對於前線嘅員工嚟講，能夠理解背後嘅理念，亦都有助佢哋提升執行時嘅一致性。對管理層更加有助從成本、風險同埋品牌嘅角度重新審視相關嘅決策。首先，我哋講一講香港整體廢物管理面對緊嘅結構性挑戰。由於土地資源有限，堆填區容量長期承受壓力，而城市廢物量亦都持續偏高，令到廢物管理成為一個長期而複雜嘅議題。酒店業因為人流集中、營運連續、服務密集，自然會產生相對可觀嘅廢物量，例如餐飲嘅廚餘、客房嘅消耗品等等。不過正正因為酒店嘅營運高度集中，亦都代表只要管理方式稍作調整，其實可以帶嚟好顯著嘅改善效果。首先理解香港整體廢物嘅處理壓力，亦都有助酒店業將可持續發展視為一種風險管理同埋營運優化，而唔單止係環保嘅責任。當外部處理成本同埋政策要求逐步增加，提早思考減廢嘅策略，往往有助酒店喺長遠保持更加大嘅彈性。呢一張圖展示嘅係大量固體廢物集中處理嘅實際情況，反映出一旦廢物離開源頭，就需要耗用大量嘅土地、能源同埋人力去處理。當酒店開始從源頭嘅角度去理解廢物產生嘅原因，就比較容易發現改善嘅空間。例如某一啲一次性嘅用品係咪使用嘅頻率特別高，某一啲餐飲時段係咪特別容易準備過量嘅食物。呢一類嘅觀察有助管理層日後去制定更加貼近實際嘅方案，而前線嘅同事亦都可以更加清楚自己工作嘅流程同整體環境影響嘅關聯。酒店嘅可持續發展通常需要管理層、前線同事同埋後勤嘅部門之間嘅協作，所以應該鼓勵建立一種共同嘅語言，令可持續發展成為日常營運討論嘅一部分，而唔係每年攞出嚟報告嘅內容。酒店業喺城市運作之中佔有好重要嘅位置，一方面提供咗住宿、餐飲同埋活動嘅服務，另一方面亦都集中使用大量資源，所以酒店業喺推動減廢同埋資源管理方面，其實具備相當嘅影響力。透過較有系統嘅回收安排、減量措施同埋流程嘅優化，酒店可以逐步降低對環境嘅壓力，同時改善自身嘅營運效率。值得留意嘅係，唔少可持續措施同成本管理其實係冇衝突嘅，例如減少浪費往往意味住減少不必要嘅支出。當酒店從營運角度去理解呢一層嘅關係，可持續發展就唔再只係形象嘅工程，而係財務表現、風險控制同埋品牌價值直接相關。要有效減少廢物，第一步通常係建立對現況嘅基本認知。有啲酒店會選擇先由簡單嘅廢物監測開始，例如記錄主要廢物種類同埋大概嘅數量，而唔需要一定一開始就引入高成本嘅系統。呢一種方式有助酒店逐步咁掌握趨勢，而唔會對營運造成太大嘅負擔。
當酒店開始累積咗基本嘅數據，就可以更加有方向咁去思考改善方案，例如針對特定嘅時段、特定嘅部門作出調整。呢一種以數據為基礎嘅方式，有助避免憑感覺去決策，亦都令可持續發展更加容易融入日常嘅營運之中。講到減少廢物，第一個經常被提及嘅就係廢物審計。不過，廢物審計嘅價值並唔在於完成一份報告，而係幫助酒店更加具體地去理解廢物喺邊度產生，而點樣產生。全面嘅廢物審計通常會將廢物按種類嚟分類，而且嘗試記錄實際嘅重量或者數量。當審計結果顯示某一類嘅廢物比例特別高，管理層就可以進一步去思考呢啲廢物係源自採購安排定係服務流程嘅設計。對前線同事嚟講，參與同埋了解咗審計嘅結果，亦有助提升執行時嘅理解同埋配合。喺進行廢物審計或者監測之前，清楚界定廢物範圍其實相當重要。廢物範圍簡單嚟講，就係講明邊一類廢物會被計算，邊一類型暫時唔納入。呢個步驟有助確保數據嘅一致性，避免日後比較嘅時候出現誤解。例如有啲酒店可能會先集中處理餐飲同埋客房嘅廢物，而暫時唔包括工程或者裝修嘅廢物。只要界定清晰，相關嘅數據依然具有參考嘅價值。呢一種做法有助降低前期推行嘅壓力，亦都可以避免因為範圍唔清晰而影響同事對制度嘅信心。其實界定範圍嘅目的係想提醒大家，可持續發展並唔需要一步到位，而係可以分階段按實際嘅情況逐步推行。當酒店開始累積基本廢物數據之後，部分管理團隊就可以考慮去設定指標，例如廢物減量嘅比例、回收率。設定指標嘅重點唔係在於數字嘅高低，而係用作觀察趨勢同埋比較變化。合理嘅指標可以成為內部溝通嘅工具，而唔單止係績效壓力嘅來源。如果指標設定得過於進取，前線嘅同事可能會感到無所適從。相反，如果指標被視為參考嘅方向，並配合解說同埋支援，接受程度通常都會更加高。當酒店掌握咗廢物數據之後，就可以用嚟分析實際嘅營運情況，例如某啲時段廚餘嘅增加係咪同入住率、菜單設計或者活動安排有關。以數據為基礎嘅抉擇方式，亦都有助提升跨部門嘅溝通效率。當大家討論改善方案嘅時候，有共同嘅數據背景，往往更加容易達成共識，亦令可持續發展融入日常嘅營運決策當中。一次性嘅用品喺酒店廢物管理中係一個經常被關注嘅範疇，由牙刷、梳、拖鞋到包裝用品，雖然佢哋嘅面積細，但係累積起嚟對廢物量影響相當明顯。部分酒店會考慮透過按需要嚟提供或者可重用選項嘅方式，逐步減少一次性用品嘅使用。我哋可以讓住客理解措施係基於環保同埋資源管理嘅考慮，並非單純削減，接受程度通常都會更加高。從營運嘅角度嚟睇，呢一種轉變亦都有助酒店重新去檢視服務嘅設計，同時保持服務嘅質素。當前線同事喺執行減少一次性用品措施時，可能會面對住客嘅查詢或者不同嘅期望，同時清楚措施嘅目的同埋回應嘅方法，執行起嚟就會更加有信心。制度設計亦都需要配合實際嘅操作，例如補給流程、庫存管理同埋清潔嘅安排。呢一種上下配合有助避免將可持續發展變成額外嘅負擔。跟住我哋會講下酒店業嘅數碼化同埋無紙化嘅方向。無紙化唔單止係減少紙張嘅使用，而係一次重新檢視資訊流程嘅機會。其實同時涉及3個層面：環保、營運效率同埋客人嘅體驗。酒店嘅日常會產生大量嘅紙本文件，例如賬單、
餐飲嘅單據、宣傳資料、活動文件等等。當酒店考慮引入電子單據、電子優惠券或者二維碼餐牌嘅時候，喺環保角度嚟睇，減少紙張印刷自然可以降低資源消耗同埋廢物量。而喺營運嘅效率方面嚟睇，數碼化文件有助減少人手處理、存檔同埋錯誤嘅風險。而由客人嘅角度嚟睇，只要設計得當，數碼化嘅流程往往會更加快捷同埋方便。因此，無紙化並唔係一個環保嘅措施，而係一個同時可以提升效率同埋服務質素嘅營運優化方向。延續數碼化嘅概念，我哋跟住講一講數碼入住流程同埋電子宣傳嘅資料。部分嘅酒店會考慮引入數碼入住退房嘅系統，配合電子房卡或者手機應用程。呢一對做法可以減少紙張、膠嘅房卡同埋印刷物料嘅使用，亦都有助分流櫃台人流，提升效率。至於宣傳資料方面，將紙本小冊子轉為可以下載嘅電子版，既可以減少浪費，亦方便住客隨時查閱。不過推行數碼化嘅時候，通常需要兼顧唔同客人嘅需要，呢一種彈性嘅安排有助確保服務體驗同可持續目標之間取得平衡。講到廢物管理，單靠感覺往往都唔足夠，因此唔少酒店都會考慮引入較系統化嘅監測方法，例如某啲時間廢物量上升，係咪同入住率、活動數量或者季節性嘅因素有關？監測系統可以幫助識別問題嘅重點，避免資源分散。因此，廢物監測系統係一個管理嘅工具，而唔單止係一個環保嘅設備。可持續發展措施嘅成效，往往同住客嘅參與程度有關。酒店可以透過唔同嘅方式，向住客傳達可持續嘅理念，例如房內嘅提示卡，或者活動期間嘅互動。呢個做法係希望讓住客理解酒店正嘗試以更負責任嘅方式去管理資源，讓客人感受到酒店嘅環保努力係有原因同埋有選擇權，往往會更加願意支持相關嘅措施。呢一種溝通嘅方式亦都有助建立正面嘅形象，令可持續發展成為整體體驗嘅一部分。任何可持續發展嘅措施，如果缺乏內部嘅理解，都好難長期咁維持。因此，定期內部嘅培訓同埋資訊嘅披露，可以幫助前線同埋管理層對方向保持一致。培訓嘅內容未必需要好技術性，但係需要清楚咁解釋點解要做同埋做緊啲乜。當同事明白措施背後嘅邏輯，例如成本控制、風險管理或者品牌形象，執行嘅時候通常會更加有信心。而透明嘅資訊披露亦都有助建立信任，令可持續發展唔只係一個口號，而係實際營運嘅策略之一。至於餐飲嘅廢物，往往係酒店廢物管理中最具挑戰性嘅一環。由於餐飲涉及客人選擇、準備材料嘅安排同埋即時服務，過量嘅準備同埋剩食嘅情況相對比較常見。不過，從可持續發展嘅角度嚟睇，餐飲廢物管理其實蘊藏住相當大嘅改善空間。例如透過分析剩食嘅來源，酒店可以調整菜單嘅設計、份量安排同埋備料嘅方式。呢一類嘅調整，除咗有助減少浪費，亦都可能帶嚟成本嘅效益。因此，餐飲廢物管理並唔單止係環保問題，而係同營運效率、成本控制同客戶滿意度緊密相連嘅議題。餐飲廢物管理要做得有效，往往需要先掌握實際發生緊啲乜嘢事，而唔係只係靠經驗去判斷。食物廢物監測嘅核心價值係在於將原本分散、難以量化嘅剩食情況轉化成可以分析嘅資訊。有啲酒店會考慮使用智能磅、分類記錄，甚至影像識別方式去了解被丟棄嘅食物種類同埋數量。
呢啲資料可以幫助管理層去分辨究竟係某幾款菜式經常有剩餘，定係某啲時段準備過量。當問題被具體化，改善嘅方向自然會更加清晰。監測系統如果配合清楚嘅解說，往往可以減低前線員工被監管嘅感覺，轉而理解為一個協助改善流程嘅工具。彈性份量管理係近年餐飲營運中一個值得關注嘅方向。透過提供不同份量嘅選擇，酒店可以同時回應住客嘅需要，亦都可以同時減少剩食嘅情況。食客可以按自己嘅食量去選擇份量，往往會提升用餐嘅體驗。酒店亦都可以按份量嘅選擇去協助更加準確地預測食材嘅需求，減少浪費同埋成本嘅壓力。推行彈性份量時，通常需要考慮菜單設計、廚房流程同埋服務嘅節奏，例如點樣確保出菜嘅速度同品質唔受影響。呢一類嘅安排，如果事前規劃得當，往往可以令前線操作更加順暢，而唔係增加佢哋嘅負擔。彈性份量管理亦都係一個將環保理念融入服務設計嘅例子，而唔需要住客去額外配合。自助餐一直都係餐飲廢物嘅高風險場景之一，因此唔少酒店開始嘗試調整服務嘅設計。其中一個方向係透過誘因性引導，例如提供完成用餐嘅小優惠，鼓勵食客按實際嘅需要去攞食物。另外一個做法就係無托盤嘅自助餐，配合較少嘅餐盤同埋清晰嘅提示，協助食客控制份量。另外，部分酒店都會考慮喺早餐或者下午茶時段引入半自助餐嘅模式，將部分菜式改為即點即製。呢一種安排有助減少過量準備，同時可以保持選擇多樣性。呢一類嘅策略重點可以引導更可持續嘅用餐行為，同時可以顧及食客嘅滿意度。除咗減少浪費，另外一個方向係思考剩餘食物可以點樣再利用。食物再造可以將部分可用嘅食材變成新嘅菜式或者飲品，減少直接棄置。呢一種做法除咗有助減費，亦都可以展現酒店嘅創意同埋可持續嘅形象。至於食物嘅捐贈，前提係需要確保食品安全同埋合規。當程序清晰，合作夥伴穩定，捐贈剩餘食物可以回應社會需要，同時降低堆填區嘅壓力。部分酒店會進一步考慮點樣將廚餘轉化為其他有用嘅資源，例如透過政府或者指定機構嘅廚餘收集計劃，將有機廢物送往轉化設施，製成能源或者肥料。亦有試點項目，利用生物轉化方式，將廚餘轉為飼料或者其他用途。呢一類安排可以幫助酒店將廢物處理轉化為資源管理。對前線嘅同事嚟講，清楚了解廚餘去咗邊，亦都有助提升參與感，令分類嘅工作更加有意義。跟住我哋會講一講循環經濟嘅概念。循環經濟強調資源重複使用同埋價值嘅延續。酒店可以透過回收活動、工作坊或者住客嘅參與計劃，將廢物轉化為體驗嘅一部分，例如玻璃再造裝飾、廚餘堆肥種植香草等等。呢一類嘅活動有助將可持續發展由後勤管理帶到前台體驗，令住客更加容易感受到酒店嘅環保承諾。循環經濟提供咗一個框架，將減廢、回收同住客嘅互動連結起嚟，為酒店可持續發展創造更多嘅可能性。可持續菜單嘅設計並唔單止係換幾個菜式，而係一個由採購、設計到出品流程嘅整體考量。菜單本身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管理工具，因為佢直接影響食材嘅使用量、廚房操作同埋最終嘅餐飲廢物量。其中一個較常見嘅方向
係增加本地同埋當季食材嘅比例。由可持續嘅角度去睇，呢一類做法可以有助減少長途運輸所帶嚟嘅碳排放。而當季嘅食材供應相對亦都比較穩定，價格波動都可能會較少。除此之外，菜單嘅設計如果能夠配合實際銷量嘅數據，定期作出調整，就可以避免長期保留銷售偏低，但係原材料成本高嘅菜式。另一個值得關注嘅層面係點樣減少因為菜單設計而產生嘅浪費。部分菜式因為原材料嘅結構，例如骨頭或者殼，往往都會帶嚟較高嘅廚餘比例。當酒店重新檢視呢一類菜式嘅比例同埋設計方式，就可以思考係咪有空間去作出優化，例如改變切割嘅方法，或者將副產品納入其他菜式。同時，創意菜單亦都可以將部分原本容易被丟棄嘅食材轉化為特別嘅菜式，既減少浪費，又可以提升餐飲嘅故事性。呢一類設計有助向客人展示酒店對其資源管理嘅重視，而唔會影響用餐嘅體驗。選擇食材亦都係酒店可持續發展策略一個重要嘅環節。透過定期審視食材嘅清單，酒店可以了解用緊嘅食材係咪涉及瀕危嘅物種，或者係咪符合可持續捕獵或者養殖嘅標準。有啲酒店會考慮選用具備第三方認證嘅海鮮產品，例如來自可持續漁業或負責任養殖來源。認證食材有助支持生物多樣性同自然資源保育。認證亦提供一個較清晰嘅溝通基礎，方便對外解說酒店嘅採購原則。未必需要一次過全面轉換食材，而係可以分階段進行，逐步將可持續嘅原則納入採購嘅抉擇之中。低碳菜單嘅概念近年喺餐飲業亦都逐漸受到關注。低碳並唔一定係代表限制選擇，而係透過調整菜單嘅結構，減少整體嘅碳排放。例如，可以透過平衡唔同食材嘅比例，增加植物性嘅選項，或者選用碳足跡較低嘅食材來源，都可以逐步降低菜單嘅整體環境影響。低碳菜單如果設計得宜，亦都可以吸引關注健康同環保嘅食客。至於培訓方面，介紹低碳菜單嘅重點，並唔係要求前線嘅員工去推銷某一類嘅菜式，而係俾同事理解菜單背後嘅設計理念，從而可以更加自信咁回應客人嘅查詢。用水管理喺酒店可持續發展中係一個影響深遠嘅範疇。酒店用水涉及客房、洗衣房、餐飲、泳池同園藝等多個環節。減少用水量並唔一定意味住會影響服務，而係透過設備嘅設定、流程調整同使用習慣優化，逐步減低不必要嘅消耗。例如，部分酒店會先由內部嘅流程檢視開始，了解邊一啲環節用水量偏高，然後再去考慮技術或者制度層面嘅改善。呢一種由理解現況開始嘅方式，通常都較容易獲得同事嘅支持。要更加有效管理用水，建立基本嘅監測機制，往往係好重要嘅一步。透過分區記錄同定期檢視用水數據，酒店可以更加早發現異常嘅情況，例如設備漏水或者使用模式嘅改變。及早處理呢啲問題，就有助避免長期浪費同埋額外嘅成本。同時，用水監測數據亦都可以成為內部嘅溝通工具，協助管理層同前線嘅員工去理解改善措施嘅實際成效。泳池係唔少酒店嘅重要設施，同時亦都係能源同用水消耗相當集中嘅位置之一。泳池管理嘅關鍵並唔只係水質同埋安全，而係點樣平衡舒適體驗同埋資源嘅效率。加設泳池蓋係一個相對容易理解，亦較容易落實嘅改善方法。泳池蓋有助減少熱量嘅流失，令水溫維持更加穩定，從而降低加熱系統運作嘅頻率。同時，泳池蓋亦都可以減少水分嘅蒸發，
間接降低補水次數同埋相關能源嘅消耗。能源消耗降低，設備負荷亦會相對穩定，有助延長系統使用嘅年期。而前線嘅員工理解泳池蓋嘅功能，有助日常操作同埋解答住客嘅查詢，令措施更加順利融入服務嘅流程。跟住落嚟，我哋會講下酒店整體用水嘅結構。酒店用水涉及多個環節，包括客房沖涼、洗衣房、餐飲、泳池、清潔同埋園藝。每一個環節用水嘅模式都唔相同。理解整體用水嘅結構，有助酒店避免只係集中單一措施，而忽略其他高用水環節。有啲酒店會先透過簡單嘅分類，了解邊幾個部門用水量相對較高，再逐步考慮改善嘅方向。呢一種由認知現況開始嘅做法，往往會比直接推行節水要求更加有效。當管理層同前線嘅員工對用水分佈有共同嘅理解，後續嘅流程調整、設備升級或者宣傳溝通都會更有針對性，亦都更加容易獲得支持。雖然一次性用品多數同客房或者餐飲有關，但係設施層面其實亦都涉及大量即棄嘅物料，例如清潔用品包裝、維修消耗品等等。而避免一次性用品並唔代表一定要全部取消，而係重新檢視係咪存在可以重用或者補充式嘅選項。例如部分清潔或者維修用品可以透過集中補充嘅形式減少包裝廢物，同時簡化庫存嘅管理。而設施層面嘅改變，如果配合清晰嘅指引，往往可以減少混亂，同時提升對可持續措施嘅認同感。熱水系統係酒店能源消耗嘅重要來源之一，亦係酒店住客體驗中一個唔可以缺少嘅元素。熱水系統管理嘅重點並唔係降低舒適度，而係提升效率。例如透過檢視系統設定溫度、保溫層狀況同實際使用時段，酒店可以避免過度預熱或者長時間空轉。定期檢視熱水系統性能，有助及早發現效率下降或者設備老化嘅問題，從而避免突發嘅維修同高昂嘅成本。屋頂儲水系統提供咗一個提升酒店靈活用水嘅方向，透過儲存雨水或者回收水用於非飲用嘅用途，例如清潔、沖廁或者園藝，酒店可以降低對主供水系統嘅依賴。而屋頂儲水系統體現咗多元水源管理嘅概念，有助提升酒店應對供水壓力或者突發情況嘅能力。雖然未必所有酒店即時適合安裝，但係可以將呢個方案納入長遠嘅設施規劃，能夠為未來預留空間。多謝大家今日嘅參與。喺結束之前，想麻煩大家花少少時間掃描呢個二維碼，填寫一份簡單嘅問卷。你哋嘅意見對我哋嚟講非常重要，可以幫助我哋改進同埋完善未來嘅課堂。再次感謝大家。